后来即摆是这个往来的采收期，屏东县一个农民所种的往来，红头挂1000多粒，损失大约是5万块。这个往来农讲，这个底往来的纸箱啊欠货欠一阵啊咯，当准备要采收来装箱，往来就去用头挂去，实在真无奈。伊认为可能是賊仔集团所做的，因为红头挂的区域就伫一大片往来田的正中。这1000粒的往来，竟然就靠着人力，安尼慢慢啊偷搬出去。目前警方除了全力掠贼头之外，嘛加派着人力来巡逻。来到往来田涂骹拢是这纸袋啊，这个主人看到有够生气，因为要采收啊，煞互贼仔慢去。很生气呀、偷2-3颗我就当老鼠咬了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今天偷是偷中间填去整片。这个胜利往来的农地，屏东马家种一架地，差不多有5万粒的往来。本来嘛讲纸箱若9岁准备要采收，卖一个好价销，所以可能慢几千粒。有纸箱却没凤梨，只能让客人说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这样。而且这个贼仔真巧，唔去慢边仔的，伊锁定是往来田的正中央，因为离较远，较袂互人发现。他们没有把车开进去，他们是直接背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专业的集团在做的事。目前产地计销1斤15块，损失差不多5万。虽然敢若占这片田的1/10，也不过这拢是农友辛苦1冬半以来成果。积极气象中，同时本分局将加强护农专案巡逻工作。代志发生后，这个胜利的农友赶紧报警，真无奈，这个果子园无监视器。目前除了调外围监视器来调查，嘛有加派警力加强巡逻，希望讲会使保护这往来农的心弦。